就算是分手，也都能够成为好朋友。但没有想到会遭受到这种不白之冤，这种污蔑。刘律师作证。不要让我太抓狂，我会让你在业界活不下去。那么这一封呢，他透过安琪啊，还有这个小众发的这一封恶意通知呢，他是承认的。我在跟他在一起的当中，我每个月都有拿生活费给他。他所谓的金援，就是因为房子的名字是他的，所以他必须要去付一些什么水电费，因为那个名字是他的。但是法院竟然不相信我说的，说我每个月都有给他生活费，然后每年或者是他父母的生日、小孩的生日什么这些，我们都有给他红包，然后压岁钱。他跟他父母、跟他母亲，他都不承认。在这个案子发生之后呢，由于有媒体报道，有时候他会采取段落的，而不是整体的报道，那么就会引起一些不管是电影公司或者是广告，曾经已经发了通告给我，告知希望我能演出这部戏，但是后来呢，也都突然戛然而止，或者是突然换人，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做一个声明，因为这些戏剧或者广告，他们很多都会写出一个条款，就是希望担任角色的演员呢，必须要有正面的形象。那么我觉得我必须要将这件事情要做一个说明，免得大家有一些不了解内情的人都认为我们确实是有做了某些事情。下期好。